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霸財。今日同大家介紹1110小米集團呢隻股票。咁近日咧，小米汽車旗下嘅首款車型蘇7咧，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咁第一代產品咧已經全面咁停產。咁呢一款咧，自2024年4月份啟動交付嘅一個純電轎車咧，喺唔夠2年嘅時間內，累計交付量咧突破咗38.1萬架。咁其中2025年單車交付量咧達到咗25.8萬架，咁創下咗中高端純電市場嘅一個新紀錄。咁華泰證券亦都發布咗一個研報就話小米汽車交付量超出市場預期，2026年咧有望達到65萬架。咁同時手機嘅呢一個 ASP 策略亦都對沖呢一個嘅出貨下滑。IoT 同埋互聯網業務比較穩健，咁雖然短期受到呢一個內存芯片升價影響壓制咗毛利率，咁但係AI 同埋機器人方面嘅一個研發投入強化咗中長期嘅一個技術壁壘，咁盈利收復比較可期。好，亦都可以我哋睇一睇點樣利用我哋嘅霸財指標去發掘小米集團當中嘅一啲投資交易機會。咁首先可以睇翻我哋嘅主力吸籌指標，可以見到喺呢一個底部震盪嘅階段主力資金已經大量吸納咗小米集團嘅一個籌碼。咁隨後我哋嘅3線出擊指標亦都出現咗一個撈底信號，提示我哋可以進行買入。好，咁隨後我哋嘅趨勢型指標追擊手亦都由呢一個嘅藍帶轉為咗黃帶，發出買入信號。咁後續小米集團亦都係迎嚟咗一波比較強勁嘅一個上升反彈嘅行情。